出社會以來，你有冇試過安安靜靜咁睇完一本書？返工返到冇晒靈魂，一放低部電話就眼瞓，想學嘢又話俾自己聽冇時間。買落嘅書10本有9本，睇到第3章就收埋。呢度係欲求懶知識，我哋做嘅嘢好簡單，將一本厚到揼死人嘅書先拆解再精煉，用1程車嘅時間，以最懶嘅方式攝取最精華嘅部分。你唔使睇晒成本，你只需要精明地懶就可以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出發。朝早7點半，鬧鐘響，你未落到床已經開始做決定。今日最尾食唔食早餐？幾點出門先趕得切？落到樓下，你一路行一路覆訊息。去到公司門口，未坐低已經有3個人等緊你答嘢。到咗中午，你先發現一件事，你今日真正想做嗰件事，1個字都未喐過。你唔係懶，亦都唔係唔夠時間。你個腦入面有一個好叻，但係成個腦得1個嘅櫃位，所有要諗、要揀、要忍住唔發脾氣嘅嘢，都要排隊入去嗰個窗口辦。排唔到嘅唔會消失，佢哋淨係喺度等到你今日份精神用晒。呢個講法嚟自一本講個腦點樣做嘢嘅書，叫《讓你的大腦運轉起來》，英文 Make Your Brain Work， 作者係英國嘅腦科學顧問 Amy Boland。Amy Brain 講之前記住一個畫面，你個腦得一個櫃位，而今日成日嘅籌已經排晒出去。呢個畫面今集由頭跟到落尾。第1章，你個腦得一個櫃位，要諗、要揀、要忍嘅嘢，全部都要排隊入嗰個窗口。先講清楚呢個櫃位喺邊，喺你額頭正中間後面有一忽腦，叫前額葉皮質，英文簡稱 PFC。書入面叫佢做你個腦嘅執行長，排優先次序，做決定，控制情緒反應。呢3樣嘢都係佢做，但係呢個執行長有2個好現實嘅特性，佢好貴同埋佢好易攰，因為佢每處理一單嘢都要同腦入面幾個唔同區域夾一次，好食力。仲有一樣壓力，長期或者突發嘅壓力會令身體湧出皮質醇同腎上腺素，直接搞亂呢忽腦，即係話你越亂，個櫃位做嘢越差。做得越差你就越亂。書入面舉咗個例，一個中層主管星期1朝早返到公司，收件箱已經塞爆，秘書仲入嚟話1個鐘之後有個臨時嘅全體會議。佢做咗一件好多人都會做嘅事，揀啲最細最快搞掂嘅嘢做先，想搏翻啲進度感。結果到中午，佢將清單1件都未掂，人開始燥，連對同事嘅語氣都開始重。同一個朝早，如果佢個櫃位運作正常，佢會做另一樣嘢，坐低10分鐘，乜都唔覆，淨係排今日邊件事最重要。跟住佢會將唔急嘅擺入一個資料夾，留到食完晏先算。個臨時會議佢會禮貌婉拒，理由係太遲通知。聽落好似冇乜特別，但係分別喺於一個係俾人派籌，一個係自己派籌。咁今日狀態最好嗰1個鐘，你個櫃位處理咗啲乜？係你自己揀嘅定係人哋篩俾你？第2章，多工唔係開多一個窗口，係同一個窗口不停換客，每換一次你都要俾錢。多工處理係好多人心目中嘅作弊碼，一路聽電話留言，一路做文件，同人食飯時一邊食一邊碌手機。但你個腦冇同時做緊2件事，佢係換得好快。用翻個櫃位嚟講，多工唔係開多咗一個窗口，係同一個窗口叫走上一個客，再叫下一個入嚟。而每換一次客，職員都要將上一單啲文件收起晒，再攞翻新一疊出嚟。呢個動作本身就係成本。你個腦仲有一忽專門負責，唔好望第2邊，右邊嘅腹外側前額葉皮質。你越想同時專注2件事，
佢就要不停切換。書入面用咗個好貼身嘅比喻，你揸車揸足幾個鐘，每一秒都轉幾次波，你話部波箱點會頂得順？研究話多工會令生產力跌大約40%，而一次好短嘅打斷，個腦要成20分鐘先翻得到最專注嘅狀態。仲有一樣好少人講，個櫃位一逼爆，你嘅情緒都會跟住失控。腦入面有粒杏仁核，負責處理情緒同恐懼反應。佢平時要靠前額葉皮質幫手管住，執行長一忙到甩碌，冇人管得住，你就會為咗一啲好細嘅事，情緒上晒腦。所以真正嘅生產力唔係做得多，係一次做一件。公司文化好中意褒獎、秒回同乜都做得掂。你一個人改唔到成個文化，但你改到自己一個習慣。喺你開收件箱之前，俾自己10分鐘。喺腦入面完整咁想象，你今日最重要嗰件事做完晒係點樣，想得越具體越好。個過程、當時嘅心情、做完嗰下鬆一口氣嘅感覺，然後將部電話收埋，send 1個鐘，淨係做嗰一件。有嘢突然需要你，唔好即刻彈起身，等5分鐘先覆。5分鐘已經足夠打斷而家即刻要嗰種急。40%生產力同20分鐘你每插一次隊，俾嘅就係呢個價錢。第3章，做得夠多嘅嘢，個腦會搬去自助機。改習慣唔係鬥意志，係幫個櫃位少做一單。你可能會問，一日咁多嘢要做，得一個櫃位點做得晒？個腦嘅答案好精明，凡係你做得夠多嘅嘢，佢會搬走，唔再經過櫃位。負責呢件事嘅叫基底節，一組連住前額葉皮質同更深層系統嘅腦區，入面有一忽叫紋狀體，佢用多巴胺去獎勵成功嘅行為。每次你做完一件事有好結果，個腦就將背後條線加固，令你下次更加想做，更加易做。做得多，呢啲線仲會被一種叫衰鞘嘅脂肪包住，傳訊快好多，個動作就越嚟越自然。換翻個講法，重複唔止養成習慣，佢會將件事由櫃位搬去自助機。好習慣係咁，壞習慣一樣係咁。你忍唔住睇通知，傾完一場難傾嘅偈，就想食啲甜嘢，人哋一開口拜託，你就自動應承。每一次個腦都偷偷派咗一啖多巴胺俾你，所以壞習慣唔係人品問題，係佢哋已經有咗自助機，唔使排隊，快過你諗。咁點樣開一部新嘅自助機？說話由心理預演開始。如果你一大壓力就想食快餐，就喺一日之初喺腦入面預先行一次。壓力嚟嗰陣，你行去公園兜個圈，或者同屋企隻貓玩一陣。但預演淨係開個頭，新機要開得成，一定要有真實可重複嘅動作。例如每次坐低做嘢之前，先將台面清空，用手寫低今日邊一件事最緊要。舊機唔會即刻拆走，佢淨係會慢慢冇咁多人用。壓力一大，情緒一亂，佢隨時再開返。所以改習慣唔係鬥意志力，你係喺度幫個櫃位少做一單嘢。第4章，目標要寫到夠實，拆到夠細，個櫃位先叫得喐，一次只叫1個號碼。習慣幫你搞掂日常，但你要去邊就要靠目標。對個腦嚟講，目標唔只係一個結果，佢係一種指引，會影響你啲神經網絡同記憶點樣生。有個好出名嘅實驗，一半人做足4個星期，嚴格嘅重量訓練，最後量度翻肌肉力量升咗大約2成。另一半人乜都冇做，淨係每日喺腦入面想象自己做同一套訓練，想象每一下收縮，每一下重複。4個星期之後，呢班淨係諗嘅人，肌肉力量一樣有提升。你點諗，真係有分別。用翻個櫃位，你事前喺腦入面行過一次，就等於將表格已經填好。職員唔使即場問你要乜，但個腦處理唔到。我想有多啲精力呢種目標，
太模糊，佢唔知第一步要行去邊，所以目標要寫到夠實。一日食5份蔬果，每晚早半個鐘瞓，每日行30分鐘，跟住將佢想到好仔細，再記低自己嘅進度。大目標例如升職，讀完一個學位就要拆件。你嘅工作記憶一次淨係記到大約4樣嘢，所以記憶專家教將複雜嘅資料4件咁分組，呢個叫分塊。好似學揸車，你唔會第一日就上高速，你係一段一段咁練，泊位練到熟，轉線練到熟，先夾埋一齊。每一小段練熟咗，背後嗰條腦回路就接得實，到最後夾埋一齊，你先唔使諗都做到。你嘅大目標都一樣，一段一段咁攞籌，個櫃位一次只叫1個號碼，但叫足全日，你會發現條隊真係短咗。總結，由頭到尾呢本書想同你講嘅係一件事，你個腦得一個櫃位，喺你額頭後面個忽前額葉皮質，負責排優先次序，做決定，控制情緒。但佢好貴，亦都好易攰，壓力一大就即刻做唔到嘢。所以你唔係唔夠時間，你係將最好嗰個窗口派晒俾人哋插隊。多工唔係開多一個窗口，只不過係同一個窗口，不停換客，生產力跌40%，一次打斷，要20分鐘先返到最專注，連情緒都會跟住失控。真正嘅解法係一次做一件，同埋喺開收件箱之前，先喺腦入面想象今日最重要嗰件事做完咗係點，跟住將重複嘅嘢交俾自助機。你做得多，基底節同紋狀體就會用多巴胺同水鞘幫你自動化。好習慣、壞習慣同一個機制，所以改習慣唔係鬥意志力，係幫個櫃位少做一單。最後目標要寫到夠實，拆到4件咁細，再喺腦入面預先行一次。你唔會突然多咗一個窗口，但你可以決定今日邊個號碼行先。懶後感，有一種攰係你成日做嘢做足一日，但收工嗰陣你答唔出自己今日做過乜。我以前以為呢種攰係因為做得太多，睇完呢本書我先明，唔係做得多，係換得多。書入面有一句，我睇完之後成日喺個腦度彈翻出嚟，你唔係同時做緊2件事，你只係換得快。我數過自己一個上晝寫緊嘢，彈個信息出嚟，覆咗，覆完順手睇埋另一單，翻到嚟對住原本嗰句，諗咗成5分鐘先記得自己想寫乜。嗰1分鐘冇人會計入我份工，但一日入面我唔知蝕咗幾多個1分鐘。最令我唔舒服嘅唔係蝕咗時間，係我開始覺得自己越嚟越蠢，越嚟越唔記得嘢，然後喺度鬧自己唔專心。原來嗰個唔係我唔夠好，係我一日之內叫咗太多個號碼入同一個窗口。我唔會扮到自己聽日就變成一個好有紀律嘅人。啲信息照嚟，啲人就照我，個櫃位一樣係得一個。但我想試一件好簡單嘅事，一次只叫1個號碼。你哋仲想睇邊本書？留言話我知，下次可能就到佢。我哋用理性去對話，用閱讀去思考。我係一蘭，下次見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留言、開埋個叮叮鐘。